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这个就不收进去了。哎，对，不要，不要，就对，对，对。在这个位置。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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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准风雨，做必先手打是辅助，点的是个安稳照顾，云波。亲爱的主圣神，求你这时临在伫阮的中间，来感动阮的心，充满伫阮的心。主圣神，请你来，请你来。我的心真紧抱，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恳求你，我的心真紧抱，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恳求你，我的心真紧抱，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恳求你，我的心真紧抱，信心充满我，我的心切切恳求你。请人安静的心进入敬拜。
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老听我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刀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棚，我要秘伫你实个稳密的所在。圣诗下面，请大家掀开新圣诗第327首。第327首，主上帝，求你监察我。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验我，知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请起立，咱要吟2遍。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验我，知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主上帝，求你监察我，试验我，知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伫你永活的路。请坐。下面咱来读《尼西亚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伫周报的第7面，尼西亚圣经，我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毕业岛林内为咱顶12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属道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世人高活，来世活命。阿门。下面咱来三甲启应，今仔日咱要启应的经，启应文伫第26篇。启应文第26篇，也是诗篇111篇。现着咱来三甲启应，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
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会所做信息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起用到这，下面咱过来继续吟诗神圣诗第2首。神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圣拢敬拜，连有感恩尊荣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美丽阿罗敬尊，作声感谢应愿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演示阿罗上帝主宾。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耶大，阿罗三位是独一大主宰。阿门。请坐。下面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这时阮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也要来听你的话语。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教育的恩典，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伫阮人生的每一个路站，你拢看顾保守阮，享受满满的平安甲喜乐伫阮的生命当中。总是阮也知。今仔日伫阮的兄弟姊妹当中，可能有人伫伊的工作、事业上，伫伊的家庭上，伫伊的健康的方面，有拄着真大的压力，学一担当，嘛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因的问题，嘛因为安尼真操烦，失去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透过今仔日牧者的讲道，透过阮所吟的圣诗。伊的圣神亲自临到因的心上，来安慰因，互因将一切重担用信心交托伫你的手中，因就要看见你的大权能，要来经历你真实的帮助。阮也为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来向你恳求，因为随着时间经过，渐渐大家对疫情防治的方面有愈来愈侪无同款的看法，
有时阵，即种无同的看法，却演变做互相对立的纷争，中央甲地方政府互相纷争，即种的纷争，互人有时感觉真惊吓。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智慧，互所有的政府官员以及医学专家，大家有和睦的心智，一致的做法，来保护大家性命安全。最后，阮也为着教会聘牧的事工，搁一摆向天父上帝你来恳求，阮的主啊，阮知你伫教会听见阮众人为着聘牧事工所发出恳求祈祷的声，总是阮也知，你凡事有你所定的期、所定的时，恳求恩典的主，伫你所定义要来牧养阮的牧者，也未到进前，帮助阮众人伫传道甲正长老的引带下，伫阮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无亏欠。伫阮的信仰顶面，会当日日进步。阮将这恳求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带领。阮众人同心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享受阮平安。阿门。下面，咱要来讲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的圣经节，伫腓立比书第4章14节到20节，请大家看，拍开新约圣经第228页，228页。腓立比书第4章，现着我来读。虽是安尼，恁体贴我的患难，这是真好。腓立比人啊，恁也家己知，伫传福音的起头，我离开马其顿的时，甲我接手的只有恁，别个教会无。因为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恁也一摆搁一摆找人供给我所欠用。毋是我伫求人送米，独是据果子哪济来记录恁的笑。若是我有遮的米，到要有剩，我已经充足，是要对以巴弗提受到恁寄来的米，就是芳芳的米，做通接纳的祭米，上帝所欢喜的。搁我的上帝要照伊阳光中的富有，伫基督耶稣补足恁一切欠缺。第20节，愿阳光归伫咱的上帝，咱的爸，到代代无煞。阿门。下面献诗，上联甲妇女团契今仔日因要所献的诗歌是《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
下面讲到今日陈春美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给予的祝福。有吗哈？大家平安。为了要缓和我的这个心情哈，很紧张因为我们的会友只有50个左右所以突然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这个心情有一点紧张了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排湾族的歌来回应，感谢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上帝。这首诗歌它的意思是说，凡信他的人今天都在这里聚集赞美荣耀主耶稣基督，人的心都充满了无比的欢喜兴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歌颂荣耀颂赞主耶稣基督的名意思是这个了哈。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母语哈。喂。那么，可以。我们清唱了哈。那么阿萨罗瓦阿达耶稣，不是那耶，杜阿巴是阿里。你耶稣sama Kalvai la senai Jangali papuri gotai Yesus Tua pas ali Ni Yesus sama Kalvai la senai Jangali papuri gotai Yesus Iyo ing hoya no iyo ing hoya Ari senai malavatai Yesus Iya o hayang naru hayang hoya Hari senai jengeri malavatai Yesus 哈利路亚！来，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可能在我跟环传道的联系上我可能因为疏忽了，所以我没有事先跟我们的传道说，我实在不会讲台语所以昨天才跟我们的传道说台语的部分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翻译？我们的环传道说你不会讲所以我昨天其实昨天晚上我蛮担心的因为环传道说不能翻译，因为时间会加倍所以我说好吧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我努力回去之后我努力写台语看看但是下一次来不是来募款是来这边谢谢你们也来到这边来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将我们所
这个建的这个我们的礼拜堂，一起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来献上给上帝。那第二个我今天穿这样的这个服饰在我们的这个我是排湾族屏东的排湾族我们去参加很重要的这个庆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盛装一定盛装去参加这个主人的这个邀请，表示我们对这个主人的一个尊重。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不单是我们去参加这个宴席，我们会这样盛装。我们到教会，我们也是要着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他比任何在世上的任何尊贵的人还要尊贵。所以我们礼拜天，我们就是用这样非常盛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敬重。所以今天这样的礼拜是上帝的这个上帝国的宴席一样的，我用我自己的排湾族的最高贵的对神的这种敬畏，我用这样的服装来跟大家一起在神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上帝。我相信今天的这样的这个聚会是上帝特别的安排。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牧会了这么多年，29年，我牧会29年，我今年53岁不避讳了在主的面前没有关系。那我牧会这么久，我没有到平地教会讲道过，除了大概在神学院有为学校募款，但是牧会以后到现在几乎没有机会来到我们平地教会，那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在这里首先我要代表我们龙山教会，我们龙山教会在屏东，我们台湾的最南。那它不是在山上，它是在这个都市，也就是我们屏东有一个叫内埔乡，内埔乡隔壁有一个叫龙泉村，那边有很大的军营在，就是阿兵哥受训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那一边的善地门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的这个都市，算是都市。所以我们的教会算是都市区。所以我代表龙山教会刚刚跟我一起唱歌的是江牧师是我的师长我也是他的，我也是师母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我代表所有龙山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们文山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最高的这个谢意。谢谢你们愿意来接纳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环传道其实在台北中会第一个联络我们来募款的是我们的环传道，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他的电话铃声响之后，我非常的感动。接完电话以后，我跟牧师两个人就祷告，主谢谢你，因为环传道他是很主动的来跟我这个联系，所以当下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谢谢主的感动，让我们的环传道师能够来邀请不单是谢谢我们的环传道师，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文山教会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接纳欢迎我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向大家来报告我们教会目前的这个建堂的这个情形那我先大概用很短的时间来跟你们，让你们认识为什么有这个龙山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大陆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带了一群很多的大陆年轻的兵，然后呢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他们没有，有的是没有家庭来到台湾，所以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呢很多的兵他们就特别在我们那边
有很多的兵就就全部都到山上去山上去取我们大概有的13、14岁的少女就被他们取走了然后呢带到这个他们所当兵的地方，也就是在龙泉这个地方。那这些少女们在原乡的时候，在他的部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信仰了，因为福音早在这个很早以前，大概这个40几年的时候，福音就进到这个山上。那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徐有才牧师，也就是屏东中会的派去山地门，那时候台湾刚刚光复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山地门，所以山地门整个屏东县的排湾族，山地门是最北边，那福音就从北边开始一直传到南部恒春这个地方。大概我们排湾族的分布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福音最早开始就在我们北排湾山地门跟马家乡这2个乡开始福音传开了。所以那些原乡的这些少女在13、14岁就被这些外省兵取走了以后，他们就随着他们的这个先生到这个龙泉当兵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因为已经有了基础的信仰，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陌生，不是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一直想念，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教会让他们敬拜上帝。所以当时有2个到3个就是嫁给外省兵的这些人，他们就开始以家庭小组的方式，家庭礼拜，因为没有礼拜堂，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家开始做礼拜，2个3个开始这样做礼拜，慢慢的2个3个，然后这2个3个就每一天就挨家挨户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原住民少女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嫁给那些外省兵，所以他们都在这个龙泉这个地方所以那些2个3个那些开始这个礼拜的那几个妇女呢，他们说我们要挨家挨户，把我们所有的族人把他们召集起来，我们一起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因为离开了家乡而失去了。所以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最早的一个都市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从2个到3个挨家挨户去寻找那些原住民的少女。后来人数渐渐变多了，因为那些人都是原来就已经在家乡有信仰，所以当有人这样去传福音给他们，请他们来礼拜，他们就开始那些人他们就很高兴，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礼拜。所以他们就开始每一个礼拜，他们就在一起开始礼拜了。那教会呢，经过了大概6年的时间，在草创时期，就是刚开始以家庭的方式，大概6年之后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了，那教会也开始有规律的这个礼拜，有祈祷会，也有家庭礼拜，也有主日礼拜。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龙山教会那时候还没有设立成教会，还是一个布道所，所以他们就跟台湾中会申请说，我们这里已经有大概30、40个人在这边做礼拜，所以那个时候中会就在就是在61年前也就是48年前，距离现在大概48年前，中会就来设立成为一个教会。那刚开始这个教会是在60几年。刚开始没有钱可以盖教会，所以他们用铁皮不好意思，因为我有开舌头因为我舌癌了所以很容易口渴，不好意思了那这个教会成立了以后，建立了以后，成为一个教会，他们从这个铁皮屋开始。开始建立在这个一个姐妹的一个隔壁的一个房子一个空地，然后买下来用铁皮屋来盖。那经过了20年，
经过了20年以后，人数也慢慢增多，有一些从山上搬来这个龙泉这个地方，有的是为了给孩子念书，有的是因为为了工作，所以临时在那个地方租房子，然后就在龙山教会这个地方，因为是原住民的教会，所以他们就聚集在那个地方。那在20年之后，从开始弟兄姐妹就开始预备将来要建堂，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奉献那个时候慢慢的他们就有一点积蓄了。那有了积蓄以后，当时有一个在做建筑业的一个长老因为看到教会是一个铁皮屋，所以他们就想说应该要盖一个比较像样的是现代式的这个礼拜堂，所以他们就做一个这个家庭应该算是住家式的一个礼拜堂所以那个时候我去那边的时候，那个教会客厅是礼拜堂是客厅这边一群人在礼拜，然后房间有一群人在那边礼拜，然后厨房这边有一群人礼拜，就是因为他那个地坪太小了所以只能用住家的方式，不能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盖。所以我们的这个他不是有执照的建筑师了是一个跟着去做建筑业，做板模，做小工，但是因为教会渴望能够有自己的教堂，所以他们就自建了自己盖。然后呢盖了以后，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的不理想所以有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那个很像外面下大雨，里面也在下雨。那我去那边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屋顶是从山上去拿那个木梁那个什么木头然后做那个屋顶，因为没有钱做那个苏拉布的就是用灌水泥，就直接用这个木头把它盖屋顶这样。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处理，所以蚂蚁那个梁柱常常被这个蚂蚁蛀掉，所以去了2次那个梁柱整个梁上面的屋顶换过2次，所以大家一直在想，一直在修建，一直在修建，甚至我去那边还在谈修建。可是我看到当时很多的这些我们教会的信徒，大概1/4都是80岁以上的人到90几岁，所以有的都没有办法上来礼拜，因为我们的礼拜堂在2楼，1楼是牧师馆，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教会，所以他们非常的渴望教会能够再重建。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在2016年，也就4年前，我们就会员大会来议决，我们要重新来盖我们的这个礼拜堂OK， 可以帮我放我的的 PP 档。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信徒自己盖的这个住家式的这个礼拜那个教会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补来补去，改来改去，到最后大家就一决说，那就重盖好了就盖一个比较属于真正像个礼拜堂的一个建筑物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就开始预备我们的这个这个建堂。所以目前我们现在的这个建堂，当然目前就是这个状况这是我们的这个右侧是用7星灯7星灯它代表的是尊主为大，还有合一跟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堂。这是我们的后面这个是安那个残障步道，让那些坐轮椅的人可以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
进到教会。那这是这个是大门，那这是牧师馆哦，牧师馆2个房间哦，然后1个客厅、1个卫浴、1个厨房这样哦。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副堂，后面那2个门，一个是客房右边你们的左边那个是公共厨房这是电梯，因为了要让这些年长的长辈可以有电梯不会有任何的阻碍，让他们来做礼拜，所以我们有这个电梯哈，然后还有楼梯这个小小的空间，因为我们的地也是很有限，所以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阳台阳台我们要增建做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那里面是那个会议室哈，这个是骑楼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主堂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主堂那这个是无障碍的厕所这是2楼的未来的完成图就是这个教会的未来完成大概就是这个图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的主结构大概是1000万1050万，然后我们的我们的装潢250万，设备250万，然后我们自己的自筹款有350万，然后一个内埔教会的平地教会，他奉献了200万，不是奉献了他算是无息贷款给我们200万，所以加起来我们有550万。那我们其中的500万是跟我们的互助社，因为我们没有银行，我们只能跟互助社贷款，所以我们贷了500万所以我们跟总会申请到我们各个总会属下的教会来进行募款，我们希望能够募到700万把我们在银行的贷款能够还清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将我们的需要来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计划开始来做建堂的这个过程，这个将近4年的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真的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龙山教会的信徒大概都是妇女居多，大概有95%以上都是妇女，都是那些外省兵的这个遗孀，遗孀就是他们的先生都过世了剩下这些嫁给外省人的这些妇女们，还有他们的第2代所以我们碰到了很多我们的困难，但是也感谢主，从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学会了仰望，用祷告来仰望我们那位慈爱的信实的上帝，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在我们的困难中，我们相信上帝必预备，所以我相信今天是上帝的感动，预备了我们文山长老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透过信仰的确信，我们是同为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上帝的这个儿女，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上。谢谢你们愿意今天来接纳我们，你们愿意成为我们龙山教会在建堂上的这个帮助跟支持。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所读的这个经文，是腓立比教会它成为保罗在欧洲宣教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可以说腓立比书是保罗的一个感谢信，他感谢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只要任何的需要，腓立比教会二话不说，他们知道保罗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给予保罗最大的一个资助。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不单写了这封信是感谢信，他也是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
能够是鼓励他们，也是坚定他们的信心，要他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财务上帮助保罗，上帝必会把这一切他们财务上所给予的帮助，保罗说这些都要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17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是说，保罗他所期待的，不是从这些腓立比教会所给予的这个帮助，他不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他的希望是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福音上的需要，他们愿意奉献给予帮助。上帝必把这一切都归在他们的在他们的身上。保罗也讲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丰富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上帝将一切的恩典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的我们可以这样的什么都有，我们可以每天感谢神。但是上帝不只是要我们感谢，上帝更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给予的恩典，能够把这样的恩典也能够透过你能够给出去，能够一起跟上帝来成就完成这些祝福。就像我们看见的腓立比教会一样，当他们听到保罗在他的需要上，在福音的事工上，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很乐意的给予，他们是出于爱心，所以保罗说他们所付出去的，他们所给予的帮助是神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他说，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献上，上帝要赏赐给腓立比教会的人，能够在他们一切的所需都充充足足的给他们。所以当他们领受从上帝那里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来协助、来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保罗。所以在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它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它成为一个愿意给予的时候，上帝就将那天上他丰富的荣耀的恩典就充满在他们的这个腓立比教会，使他们源源不绝的有能力来帮助保罗在他的这个宣教上。所以我们可以说，给予就是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在箴言书11章25节还有在路加福音6章38节，在箴言书他这样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那在路加福音也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的，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透过我们自己，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不管是金钱也好，不管是这一个协助别人也好，我想这个都是上帝渴慕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在需要的人的身上来协助、来帮助。因为保罗说什么？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50章40节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愿意如此，当我们愿意在人的需要上看见我们的责任，看见我们的能力可以给予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做，耶稣说：“你这样做，如同坐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我们文山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为神，愿意来接纳我们龙山教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我相信这是你们给予我们龙山教会最大的一个支持。虽然你们没有办法到我们那边一起参与我们的事工，但是你愿意为我们龙山教会来给予你们的帮助，我相信对我们龙山教会，这是你们最大的支持。那我也相信，当你们愿意给予的时候，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我们知道投资是大家都希望，因为我们想要有钱。但是投资天国是不一样的，跟投资在地上。在地上的投资有风险，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来给予出去，保罗说这个是一个投资。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他们都给出去了。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保罗又说，这一切你们所给的都要回归到你们的账上？原来天国的算法是跟地上的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19章29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的，所以为主的名而做的，神必纪念，神必把这一切都记在你的账上。”所以，我相信你们的给予不单是一个投资，最后一个更重要，你们的给予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献祭，献祭是一个感恩的祭，是保罗说这感恩的祭是馨香的，是要达到神那里去，上帝就必要祝福。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文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为我们今天龙山教会所做的，就如同你们是为主而做，你们愿意为我们的这个事工，愿意为我们的这个建堂来献上，我相信神必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们，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上帝必将那丰富的恩典满满在他那里，所有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连结于我们耶稣基督，神就会必将这一切的都要充足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如此行，我相信神必将那丰富的恩典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包括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一切，因为他说一切都必要得着上帝的充足。所以盼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勉励，也是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自己，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得着上帝所给予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给予的祝福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上帝，你将那丰富的恩典倾倒在愿意来遵行你话语的儿女。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来献上，愿我们成为那可以来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那就在我最小的弟兄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是的，主，我们愿意如此行，求你来成就这一切。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伫牧师开始介绍伊教会所在的时阵，我的心飞到龙泉这个所在去。牧师介绍龙泉边仔有一个真大的军营，迄个军营是咱国家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中心。我嘛伫遐训练过6礼拜。虽然迄个时阵我也毋是基督徒，嘛无认捌上帝，总是即个时阵来回想。伫迄过程当中，有真侪辛苦的所在，有真侪艰苦的所在。上帝伫迄个时阵都已经来照顾我，感谢咱的上帝，感谢主。咱来吟回应的诗，神圣诗第507首，507首，耶稣双手慈悲。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祝福所有细囝，医治咱苦痛，洗清野线双脚，救跋倒的人。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请起立，吟全首。
耶稣相求主必行好帮赞人，赐福所有世行，伊伫咱苦叹，世情也先相卡，丢跋倒的人。耶稣相求主必行好帮赞人，耶稣看我相求，为你来做工，予我温柔勇壮，万事高听通，教我学你模样，温柔困待人。赞我相求主必常为你做工。请这下面咱批判心来奉献。请坐。下面报告，报告大先，咱来读金句。金句咱要读2摆。金句，王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伫伊，我的兄弟，一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世一个，就是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后礼拜圣经分担的部分，领唱
李思雨司礼张义如，司琴是张丁宪，献诗献歌队司宪许冠成齐高恩。书交代许冠成、林崇祯、涂维仁、殷孔、曹明祥弟兄周鸿邦弟兄。花季礼拜，领唱敬拜团，司礼是张义如，司琴廖竹英，司宪许冠成、林崇祯，交代许冠成、林崇祯、涂维仁、殷孔、曹明祥、周鸿邦。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黄团道司会陈振会陈振会长老。下礼拜主理主理是黄团道，伊要讲题目是宣扬福音圣经节圣诗，希望请大家伫厝内家己看。好，过来咱先到后壁面一个所在，教会消息报告。今仔日是龙山教会建堂的募款，本主日。欢迎陈春美牧师您来请安报告甲证道，请兄姐一齐为咱龙山教会建堂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儿童主日学升级礼拜，儿童主日学本主日办理升级礼拜，请为着升级的小朋友来代祷，求上帝赐下稳定甲智慧，伫因成长的过程当中保守因，也保守照顾因的人。第三点是咱感恩节音乐的见证分享会。咱有要邀请，互咱的兄姐来提供恁的见证的分享。伫11月21日，感恩见证音乐会顶面，有意愿的，要伫暗会来分享见证的兄弟姊妹，将听大家甲这耳博执事，还是甲俊成干事来报名。第四点，疫情的提醒的事项，请大家继续配合。第五点是儿童主日学，消息的报告，主日学手作班还是乒乓班已经要开班啊！为此今仔开始都拢会当开放报名。上课的日期是为9月初6一直到10月25，费用500块。咱大家会当伫1楼的这柜台来报名，还是来找淑娟老师于老师来报名。第六点，儿童主日学，咱儿童歹势是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咱定伫一个9月初日要搁开始来上课啊。上课的时间是下午11点，伫1楼的会议室来上课。第7点，圣诞筹备会，咱9月初6，一天要来召开这个圣诞筹备会，请咱相关的这个同工伫这日的礼拜了后，会当劳保出席来参与。第8点是咱恭喜9月份受请，咱周报第9页的部分有咱9月份的这个受请的名单，祝这个受请生日快乐。若是有漏交，无订到你的部分，请咱甲教会干事来更正。第9点是基电会请安报告，后礼拜主日咱基电会要来请安报告，请兄姐来备办心。咱继续为着教会的集体甲交通来代祷，也为着咱了集体来代祷，也为着咱武汉肺炎对咱大家威胁身体健康威胁来祈祷。最后是教界消息，教界消息有4点。包括南门教会牧师的就任。第2点是财务的讲习会。第3点是2020年全国青年圣诗生活营，以及第4点大专的迎新的部分。请大家注意，那你有相关的有要参与的，来大家来注意。过来咱要来介绍新朋友，今仔日无新的朋友就参与伫咱当中。好，安尼咱来吟刷尾篇的圣诗，新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大家起立，咱吟诗刷，请陈牧师来祝祷。一起来祷告。愿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恩惠、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扶持与带领交通，常有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下面咱要进行平安礼。